係第一期訓練班嘅學員，喺當年嚟講係班裏邊最細嘅。咁我記得嗰陣時我投考訓練班嘅時候，我媽咪都唔係幾放心嘅，所以就叫我哥哥陪埋我一齊去考啦。咁當時取錄嘅人數咧係60個人左右，咁好彩我同我哥哥都被取錄嘅。不過我哥哥讀咗半年之後咧就冇繼續啦。當時我都生得幾高大噶，所以我話俾人聽我未夠16歲都冇乜人信嘅。訓練班畢業，第一部演出嘅電視劇咧就係《春暉》，我係飾演一個刁蠻嘅新抱。跟住我演出咗好多套戲啦，每套戲嘅角色都係唔同嘅。好似《毛生萌》啦，我就演出一個窮苦人家嘅女兒，身世好可憐嘅，成日都俾人蝦嘅。咁喺《亂世兒女》裏邊咧，我就演出一個讀緊書嘅純真少女啦。而喺瓊瑤名著《船》咧，我就飾演唐可欣啊。咁唐可欣呢個人嘅性格咧，就係好有內涵啦，同埋好有成熟美嘅。咁我本人都好中意呢個角色。喺短短嘅時間裏邊，我嘗試咗好多不同類型嘅角色，1年等於3年咁用。我覺得喺呢段時間裏邊，我學咗好多嘢，覺得自己好有衝勁。呢啲獎牌都差唔多褪晒色啦，不過咧我仍然都保存得好好嘅。呢啲係我第1年演戲得嚟嘅成績啊！嗱，呢一個咧就係1973年度全港最有前途電視藝員獎啦，當時係由香港電視主辦嘅。而呢一個咧就1974年嘅，當時係由啲觀眾投票選出嘅。如果而家仲有得攞啊，我都希望想攞翻多幾個啊！喺我19歲嗰年，我前途出現咗危機。點解？因為我結婚咯。喺當時嚟講，好多朋友啦、導師啦、同事都唔想我咁早結婚嘅，因為佢哋驚住我結咗婚之後，冇人再中意睇我做戲啊嘛。因為嗰陣時嘅社會嚟講比較保守啲啦，唔同而家咁開放。咁如果問點解我當時會決定咁早結婚呢？咁我可以講係因為命運。我覺得命運安排咗你做呢樣嘢咧，你點都唔可以改變，同埋緣分咧。不過到而家為止，我都冇後悔過。我結咗婚第2年咧，就演咗好多古裝戲啦。咁當時咧，我都好緊張㗎，因為我唔知道啲觀眾受唔受落啊嘛。我覺得我自己又比較高大啦，咁輪廓又闊啲啦，咁隻眼又淺色啲啦，好似傾向西方味道嗰方面重啲。咁好在觀眾咧都幾喜歡。咁當時我係演咗一出戲就叫做《紅樓夢》，咁啊飾演薛寶釵。咁呢個角色咧就比較健康活潑同埋外向，都幾適合我演嘅。咁跟住又演咗好多出民間傳奇啊，其中包括有《西廂記》啦、《三笑姻緣》啦。如果問我早期嘅古裝片嚟講咧，我比較喜歡都係《三笑姻緣》多啲。喺我演三笑之前，所演嘅角色咧，多數係良善同埋好人啦。就算係演啲刁蠻嘅角色，都係唔會得人憎嘅。咁我仲演過《觀音大士》添，嗰套戲嘅劇名咧就係叫做《無雙譜》。呢個角色咧好高貴、神聖、慈悲為懷。如果你問我幾時開始演一啲性格比較偏向冇咁得人中意嘅角色咧，我可以話俾你聽，第一部就係《千王群英會》，裏邊于蘭呢個角色咧心胸狹窄、有仇必報。呢部劇集喺1981年播映嘅，之後就係《播音人》、《決戰玄武門》、《神雕俠侶》、《武林世家》同埋《鹿鼎記》。但係個角色嘅性格咧都幾複雜噶。快啲將我刀殺死啊！最複雜嗰個，我諗都算係神雕俠侶嘅李莫愁。佢幾次喺緊要關頭咧都破壞咗楊過同埋小龍女嘅好事。我諗啲觀眾咧都係憎死李莫愁噶啦。你個賤人！阿玉，佢家情花毒發。頭先提咗咁多部戲咧，都係古裝，只有《播音人》係時裝，不過都係50年代嘅懷舊戲嚟嘅。講咗咁多有關我演戲嘅嘢啦，其實我興趣嗰方面咧都係好多方面嘅。我中意旅行啦、唱歌啦、跳舞啦。咁我都做咗2年節目主持嘅，嗰陣時就係《星寶之夜》。
佢哋而家都差唔多有8年啦。不過講起最開心嘅咧，就係舊年我參加歡樂今宵嗰個大挑戰。真係講笑，俾劉丹嚇。3屆，呢個就永遠保留㗎啦嚇。做總台主咧就要過3關嘅。咁第一次我唱黃梅調嘅戲鳳啦，咁第二次咧就唱英文歌 Getting to Know You， 咁第三次咧就係唱電視劇《清宮茶夢》嘅插曲。咁學唱歌咧已經學咗好多年㗎啦，跟過好多位師傅。我覺得學唱歌就好似睇醫生咁嘅，每個醫生咧都會將你一啲毛病醫好，所以從中我都吸收咗好多唔同唱歌嘅技巧。啲朋友問我點解我淨係得個學字，都唔見我公開表演嘅？係啊，我多數都係喺屋企唱俾自己聽嘅。不過我記得咧，2年前喺 K100裏邊嘅《每周一聲》，我已經鼓起最大嘅勇氣唱咗首歌，叫做《你的眼神》。像一陣細雨灑落我心底，那感覺如此神秘，我不禁抬起頭看着你。嗰次我唱你的眼神，雖然都有啲緊張啊，但係點都唔及得嗰次上歡樂今宵做粵劇咁驚。喺上次歡樂今宵紅劇名伶曾掛帥裏邊呢，我同阿金國偉合演西施之逆管蓮香。我從來都未學過粵劇啦，粵曲又未學過喎，咁唯有日唱夜唱啦，連發夢都記住啊！到咗錄音嗰陣呢，我以為可以一段段咁錄啦，點不知原來唔係。唱錯咗一個字咧，就要由頭嚟過。錄完之後啊，好似打完場仗咁啊！頭先我都講過啦，一年演咗幾年咧，都係啲古裝劇，餐廳食飯都會演啦。但係最近我好開心啊，因為有機會演一出時裝劇，叫做《光怪陸離》。不過我覺得演呢個戲咧，就好似考演技大學嘅入學試咁啊！我一個人就要分析4個性格完全唔同嘅時代女性，咁通常都係一係講2組戲㗎啦。咁朝頭早就係做人哋嘅情婦，夜晚黑就要演一個賢良淑德嘅家庭主婦喎。咁無論喺外形啦、服裝同埋頭髮嗰方面咧，都要全部執過晒嘅。不過我希望呢一次考試合格啦。仲有啊，我有一個藏喺心裏邊好耐嘅願望，你估係咩啊？就係如果而家俾我能夠演翻船裏邊唐海欣呢個角色，我相信我會演得更加好。